哇！深圳傳來超重磅消息，專屬我哋香港人的着數嚟啦！依家開始辦深圳居住證簡單到痹啊，有回鄉證，再加上一個大陸電話號碼，就搞掂基本要求啦。唔使在深圳有樓，亦唔使住滿6個月，只要最少提供一個指定材料，就能成功攞到深圳居住證。有咗呢張居住證，好處多到數唔晒。首先，能買深圳社保同醫保，醫療同養老都有保障。想在深圳買車嘅老友記，憑居住證就可以辦深圳車牌。屋企有長者嘅話，仲可以幫長者申請深圳移年卡，享受更多福利。而且辦理速度超快，最快20分鐘就能拿到憑證，方便到冇得彈。大家都知，依家北上深圳玩超興家，去到深圳，美食任你食，飲品任你飲，盡情去玩。仲有更犀利嘅，2日時間就可以考到電單車牌。仲有個大驚喜，原來可以買深圳醫保同社保，福利好到有啲人都差啲想搬去深圳住。深圳醫保社保超抵玩，1年只需要500蚊，看病最高報銷92%，唔使排嗰條長到唔見尾嘅隊，黐等。有深圳居住證就可以輕輕鬆鬆買到。而家辦深圳港澳居住證唔似以前咁麻煩，就算在深圳冇物業，冇住滿6個月，一樣有資格申請。政策放寬咗，真係好貼心。咁多着數擺喺眼前，你仲等乜啊？想知要提供乜材料或者有疑問，唔好猶豫，即刻私信我將材料清單同詳細流程發俾你，幫你輕輕鬆鬆搞掂深圳居住證，早日享受深圳嘅各項福利。快啲行動，唔好錯過呢個難得嘅機會，手快有手慢冇啊！